我知道我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那这样吧，这个职位如果不可以的话，其他职位也可以。你们还需不需要人呢？其实刚刚你看到的那个王姐，他们保洁部有个员工马上就要休产假了，正在四处找人。目前公司就这么一个岗位。好，我来应聘这个岗位。你的条件这么好，你可以考虑到其他公司看看。没关系的，我可以的。好吧。这是你要的监控录像，谭总。你确定昨天我们新招的员工进了保洁部是吧？是的，昨天是保洁部的面试，今天是培训，所有的新进员工都应该在这里了。到右，上上下下。大姐，我能上个厕所吗？好，谢谢。快点去。大家看啊，它有申诉功能的，这就是雨刷。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它这儿有个开关，一定要把它拧紧，不然的话很容易坏的。谭总你好。大家好，新来的员工都在这儿了。是的。谢谢大家能加入我们公司，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儿。谢谢。依然，你出来一下，谭总有事找你。哎。你好。你好，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我想你是搞错了吧？我是清洁部的依然。应该不会搞错的，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需要各部门的签字。这是谁的意思啊？这是我的意思。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就算你不来的话，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不能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怎么样？时间控制还行吧？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行，还差5分钟。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别净点些垃圾食品。你们门口不有中餐馆吗？跟磊磊点俩菜。哎呦，行了，弄得跟我奶奶似的，赶紧上班去吧。行吧，那我走了，晚上见。好。哎，对，回来。怎么了？把手给我。哪个手？拿好了。这什么呀？把这带上，转运的。您今天呢第一天上班，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依然了啊！行了，走了。谢谢。谭总，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可是这怎么搜集呀？上海太多酒店了。如果这个要我教你的话，我请你干嘛呢？明白了。等一下，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好的。财务处有规定，除了贴好票据之外，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明白了。等一下，就快到中午了，我要吃午餐了，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好的，知道了。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请你不要主动，明白了？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谭总，这些下班之前全部输入电脑存档。好。迟到5分钟算旷工1天，扣工资。因为迟到，这个月奖金也没了，下次注意。好。谭总让你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完啊？哦，对。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谢谢。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让你今天早点回去，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哦，不用不用，没关系的，我可以的。核算完成本给我。好的。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那幅好看。对了，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好好打扮一下，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很性感，我喜欢。哎，谭总，那个依然才刚来，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要不然不多做的话，永远都不会熟悉。哦，没关系，我可以的，你去忙你的吧。不是，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买衣服。给我买衣服？对，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是吧？哎，到了，就这儿去。哎。来，我给你比划比划，看看啊。哎，你别说，这条还真行，喜欢吗？喜欢吧？哎，那个服务员，等会儿，买之前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啊？没为什么，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不可能，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说实话，我不怪你。哼，那个是这样的啊，我有一哥们儿呢，过生日。我答应人家呢，说要带一美女去。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就想请你帮个忙，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这么简单不可能。哎，别！你看，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就帮我这一次，就这一次行不行？我真的帮不了你，你还去找别人吧。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拿人手短。我走了。哎，不是那什么，依然，你这事儿。一点商量没有吗？来，你坐下。哎，我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你就别磨我了，我真的不能去。再说了，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去了怪尴尬的。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怎么会不认识呢？哎，磊磊你认识吧？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艾宝，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我大学同学。哎，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
谭少宇，谭少宇，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我帮你打个电话，帮你关照关照那人。你看啊，多好一机会啊！我带你去，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就好照应啊，是不是？再者说了，我这都答应人家了，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我多没面子呀！啊？你真的答应人家了？真答应了。那行吧，就这一次啊。哎，对了，这衣服啊，我自己做主，就给你买回来了。来，收下啊！下不为例啊！依然，好了没有啊？那该走了。哦，好了。准备好了。哎，挺好，那就走了啊。哎，天乐，我想了想，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什么身份？当然是我朋友了。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你看，何止是拿得出手，太拿得出手了！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啊？你这什么女？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哎，这不合适吧？这？那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我就是一想法。哎，不，那个合适，你想法不错。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你自个儿受委屈嘛，是吧？我这一直都麻烦你，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那索性就帮到底呗，你不用有心理负担。我明白了，恶作剧是吧？哎，想也挺好的。这李爱宝啊，傻，骗他，看看他什么反应。哎，估计那谁也行啊。哎，少宇哥，你好，雷雷。试试看的事。哎，谢谢，破费了。没事儿，大富豪。干嘛呀？还留胡子，这么沧桑，挺帅的啊。还流行吗？天乐呢？哎，天乐，这，走，参观一下。我朋友比较内向啊，来呀。少爷，哎，少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依然，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哎，忘了跟你说了啊，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你看，别老板着个脸呀。是没跟你说，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就没跟你说。哈哈。你好。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她还睡懒觉呢，我去叫她。啊？不是，你哎，不是，哎，不是你女朋友不是？哎，走啊！啊，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事，高跟鞋有点累。啊，走。哎，你那个什么？你小点声吧，别有客人。关我什么事？都你客人，有毛病吗你？可是你找来的。原
天蝎姐啊！我靠，是你生日呀！我怎么睡过了我？现在呢，乖乖的把它穿上，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你听懂了？我凭什么呀我？什么都不凭，你也可以拒绝，咱立马从这搬出去吧，反正自己捅的篓子自己收呗。别呀，多委屈啊！凭什么呀？要不就搬走，搬走。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来吧，别不好意思，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蕾蕾、爱宝、天乐，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这是我的女朋友美拉妮。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美拉妮特别可爱，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但自己就是闲不住，一定要自己创业，特别独立，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什么都不做，只靠男人。怎么了？今天这么文静，也不说点什么？嗯，大家没东西吃，准备点东西。对对对，弄点啊喝的什么的。那个，我去帮个忙啊！哎，少宇哥可以啊！怎么了？这绝对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金童玉女啊！到冰了啊！还冰的那么多事儿，您凑合喝吧啊！来，我服务你到位。天乐啊，跟我们说说呗，依然这么漂亮，怎么认识的？哎呦，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哈。对，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奶奶特别喜欢我，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哎，这我能作证啊，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特别的像。哦，是吧？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而且更可怕的是，特别的有心机。哟，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啊，还记仇了嘿？啊，那时候被她坑惨了。被人坑惨了？就你呀？不能够吧？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所以天乐，你庆幸吧，依然不是那种女人。对，依然应该不是。不好意思啊，我头有些痛，上去吃个药啊。哎，他们先聊。哎，少宇哥，那个我们家厕所在哪儿啊？快帮我。啊。那什么，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那我去洗个手。哦。啊，还有洗手间吗？有，楼上有，还有洗手液都有。
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来？我想你是认错人了，谭先生。我再说一遍，你为什么回来？我再说一遍，你真的是认错人了。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是，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因为尚文芳呢，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把女性最美丽、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哦，对了，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没错，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所以尚文芳，你给我记住，有什么事找我谭少宇来，别去祸害我哥们儿，你听清楚。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带相机了吗？带了。干嘛呀？找机会拍出来看呢。哎，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大点声，一块聊。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啊，行。好吃吗？好吃。来一个。谢谢啊。我希望我是想多了，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那个蛋糕好了，吃蛋糕了。别送了，我走了。招待不周，咱下次见。哎，什么？帮我拿一下。哎，你们在前面等我，我方便一趟啊。这么多事儿，这前面等我是的。走了啊。拜拜。行，走了，少宇哥，拜拜。听了什么情况啊？掉坑里了？不是，那我怎么没事呢？要不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等他，反正我们也不顺路。我们陪你，不懂事儿呢，二人世界。那我们走了啊！拜拜啊，包。嘿，现在就开始顾家了。走了啊，小心点啊！好的，有空来店里玩啊！拜拜。远。哎，这哥俩都走了，真不仗义。嘿，来，包给我吧。哎，走。哎，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咱演的没破绽吧？你是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你是怎么想的？咱们俩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考虑的？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你是不是晕了？咱们今天这，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喜欢啊，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谁会不喜欢呢？你真是这么想的？依然，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我开玩笑呢。啊？哎！
什么情况呀？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哎，行了，别发呆，人都走光了。你喜欢林天乐是吧？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我真的懒得解释。哎，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无情。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而且更可怕的是，特别的有心机。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把女性所有最美丽、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这是我的女朋友美兰妮，美兰妮特别可爱，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少爷，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女朋友依然，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谭总，去。这是去年的报告，都在里面，我分门别类都归纳好了。送档案室。好。那天是你吗？什么是我？没事。晚上给我去见张总。我？有问题吗？没有。这根本不是去年的资料吗？可是这是谭总让我做的。谭总日理万机，肯定记错了吧？我花了3个晚上才做出来的，你们没弄错吧？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强迫我收下吗？没有没有，麻烦你了。哎呀，真是为了这些人。我们喝一杯。来。张总，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是喝不动了，我缓一缓。我先干为敬啊！张总，小冉，你看，你不喝，不给我面子。好，我喝。来。慢点。哎呀，真是个好女孩。哎，谭总，你这有眼光啊。陪我跳支舞怎么样？啊？张总，我太晕了，我实在是跳不动了。我别给我抬。咱们再喝一杯，好不好？来。我真的是喝不动了。哎呀，今天开心。来，小冉，给我个面子啊！来，再喝一杯。哎，咱们真的。张总，我喝不了了，我去吐一下。小冉，谭总，今天晚上小冉跟我走怎么样？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谭总开玩笑的嘛，我这点意思你还不明白？张总喝多了，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你要是让小雅晚上跟我走的话，这合同的事情，我现在就能拍板，怎么样？喂，进包房接下人。我先让依然去车上等你，咱们再具体谈一下合同的事儿，然后让司机送你们两个回酒店，怎么样？好，好，我现在就能把这合同给签了。韩总。喂，怎么样啊？你要是觉得累的话，我帮你请天假，回家休息一天。怎么样啊？算了，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了。那晚上我去接你呗。晚上你就不用来接我了，我现在已经酒醒的差不多了。你要是回家早的话，就再帮我熬碗粥呗。可以啊。哎，那粥味道还行吧？特别好喝，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我要工作了，不跟你多说了啊，晚上回家见，拜拜。潘总，昨天晚上你把张总陪得很开心，以后有这样的应酬你负责。哦，你不用去规划局了，这个送规划局。现在。好的，谭总。我知道了。谭总说他明天要再跟辉煌公司的谢总再谈一次。就是欠钱的那个。对，如果他们要是再耍赖的话，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这种人真是没有商业道德。这个你拿着。这是什么？这个是给对方当时转账的一张收据复印件。如果他们要是不承认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据。谭总让你先收着，如果他们明天谈崩的话，这个就有用处了。好的，明天一定要记得带。放心吧。梁少宇，你稍等啊，别挂，别挂，别挂。你以为就你有原病啊？我也有。喂，依然，
别挂啊，别挂。老板，你帮我跟他们俩说一下，我们在哪儿？天乐，快醒醒！佩兰妮，天乐，回家再睡啊！佩兰妮，天乐，看到了吗？我最好的哥们儿，也就是你的男朋友，把我女朋友灌多了。看起来像是你的女朋友很能喝，把我的男朋友灌醉了。也只有林天乐这么善良、这么单纯的男人会相信你，被你迷惑。谭总，您说什么呢？我说你接近林天乐有目的，什么目的？说吧。怎么不说话？不敢啊？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林天乐的身边，你休想打他的主意。我不会让你计划得逞，明白了？谭总，谢总的借据都准备好了？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千万不能出错。我知道。走吧。我觉得我们不必再纠结什么前因后果，因为说太多没有任何意义。不是我纠结，是你们公司一直在纠结。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完全没有印象。谭总，生意不是这么谈吧？会不会是贵公司的资金往来比较频繁，你忘记了？谭总，不能血口喷人吧？这个啊，这个我回头叫财务查一下。这钱是你们借的吧？上面的字也是你亲自签的，所以谢总，你没有资格来教我怎么谈生意。1周之内我要收到我的钱。我还有事，告辞。找到了，在桌子底下柜子缝旁边。可能是我下班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没事，我以前也经常马马虎虎的。对不起，谭总，这次是我的失误，我下次注意吧。还有事吗？没事的话就工作。谢谢谭总。都吃完了吗？那个啊，哎呦，慢点吃，慢点吃啊。
哎，小朋友，那个，好，谢谢啊。哎，你这无缘无故带个孩子来，不能提前说一声吗？又不是外人，依然的妹妹。依然什么时候多出个妹妹来？一直都有啊，你不知道而已啊。哎，别舔手指头，你吃你别舔手指头呀啊！哥哥，你身上的香水味好香啊！是吗？你喜欢闻？我很喜欢这个味道。我也喜欢这个味道。来，坐下说。天乐哥哥呢？嘘，他睡着了。哥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说吧。今天幼儿园老师给我讲了小王子的故事。讲到了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去拜访其他6个星球，可老师只给我讲到了第4个星球，我就被天乐给接走了。我很想知道后面是怎么样子的。最后小王子有没有回到自己的星球？你能讲给我听吗？哥哥没看过小王子，怎么办呢？这样，我给你搜你喜欢看的动画片，好不好？那怎么办啊？那咱们玩拼图吧。可我这没有拼图啊。我有。你带着呢？那咱们去玩拼图。好。走。把他们给劈了吧！放心，我现在已经是超级英雄了。如果有麻烦的话，我会保护你们的。能找到耳朵吗？找到。没找到，好。找到了。这么聪明啊！报告009，成功完成任务。奖励虾片1片。我要吃，我要吃。再来1片。接着来。走，咱们回家了啊。周宇，谢了啊。谢什么呀？下次再带依恋来玩。哟，不像你风格呀，还挺喜欢孩子，还是因为我们依恋太可爱了呀？哎，依恋你知道吗？他平时可真不这样，今天真是喜欢你了，又给你吃的，又跟你玩的，平时严肃着呢。是吗？我不觉得，我很喜欢少宇帅哥的。真的，你喜欢我是吧？好，来，那我就送你一个礼物，以后啊，你喷到身上，跟你的房间里边，你就能闻到跟我身上一样的味道了。赶紧谢谢帅哥呀！谢谢少宇帅哥。不谢。走，咱们。哎呦，嘿，干嘛呢？啊，亲他不亲我呀？你吃醋啦？必须吃醋了。哎呀，行吧行吧，跟个小孩似的，跟你补上不就好了吗？行，那现在补来。走了，走，慢点啊啊！你走了啊。走，出门我再带你啊，咱先走出这段。我回来了。喂。天乐，你在我的房间喷了什么呀？你房间我进都没进过呀。依恋呢？刚才跟那玩呢，你看看是不是在卫生间呢？依恋，依恋，
一烈，什么事啊？房间里的味道是你喷的吗？嗯，是茉莉花香的味道。好闻吗？你哪弄来的？哦，是一个哥哥给我的。知道了。你今天带依恋见谁了？哦，我带他去玩的时候呢，正好离谭少宇他们家比较近，带他坐了一会儿。谁让你？哎，不是，起来，起来，起来！香水呢？藏哪儿了？给我拿出来！藏哪儿？拿出来！谁给你的？问你的，谁给你的？是他给你的还是你自己要的？他给你，他给你就喷啊！啊！是他让你喷的还是你自己要喷的？别哭，我问你话呢！你哭什么哭啊你？你还有理了你？不听话是吧？别哭！给我憋回去！给我憋回去！给我憋回去！哎呦，这干嘛呀？啊，喝着哄他干什么？你懂什么呀？他闻香水他过敏。他过敏，他又不知道他是一孩子，一瓶香水里面大呼小叫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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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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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慢点玩去啊！嘿，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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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过去了。看我！马上到了啊！我到了！我赢了！天哪，你使坏！干嘛呀？我使什么坏？我使什么坏了？我玩的好，叫我使坏了吗？啊！你就使坏了！我使什么坏了呀？啊！不然我不会输的那么惨。没事儿，你别着急，换一个你的强项。来，我不玩了。那你要干嘛呀？啊！我饿了。你饿了？哎呦，我这刚歇会儿，我这就做饭去啊。我想吃熏鱼。行，祖宗，我这就给你买去。哎，别买了，我做吧啊！做熏鱼那多麻烦呀，我还是去买吧。不麻烦，我做就行了啊。行嘛。行，天乐，哎，我还想吃冬瓜排骨汤。冬瓜排骨汤，行，我一起给你做了。还有什么一起点了？暂时没有了。等想好了再告诉你。好吧。等着啊。好吧，那我就陪你玩会儿。双人游戏啊。你也别太惯着依恋了，他现在对你有点没大没小了。嗨，我觉着挺好的。哦，对了，我们房间那个壁纸卷边露白墙了，依恋老爱在上面乱写乱画的。我觉得那壁纸该换了，要不然咱们哪天去建材市场挑挑去。成，这事儿你定。喂，天乐那边情况怎么样？没来。你把你的病情说重点不得了吗？我都说我快要病死了，人家也没来啊。沉住气，啊。
还是你自己听吧。医院真的太无聊了，全都是消毒水的味儿。哎，我这胃还没好，鼻子都要出。挺幽默哈。那什么，要不你在外面等我吧，我这很快就好了。饿了吗？应该马上快好了吧？你是不是跟依然在一块儿啊？哎，来喽！来尝尝。哇，看上去样子很不错哎。看这样子不错，吃起来还不错呢啊！来，尝尝这个。微信。啊？哦，不用管。来，尝尝。怎么样？好像酒放多了。酒放多了吗？好像是放多了，没事，不吃这个啊。咱们呀，喝点冬瓜排骨汤啊。这个看起来不错哦。来尝尝这个，这怎么样？我给你吹着啊。烫，来。真好喝，和幼儿园做的味道一模一样的。是吧？这是我的独家秘诀啊！来，没事儿，你去吧。你以为我这么点度量啊？那什么，那我待会儿吃完饭我就去一趟，很快就回来。我就怕他那儿一个人，等那少宇来了，我就走啊。来，我再给你盛点。去吧。哎，你干什么去？哦，我那个探视。探视。时间过了啊。谢谢啊。你到哪儿了？你这儿吧，探视时间已经过了，要不你就好好休息吧，好吗？我病了，你也不来看我呀？不是不来看，不是说了吗？探视时间已经过了，早点休息吧啊！我怎么觉着你就在我不远的地方呢？你呀，别自作多情了啊！我现在正躺在这家里床上呢，一手拿着葡萄，一手喝着苹果汁儿，床头还放着新西兰进口的番茄汁儿，带着冰块的，生活倍儿舒服，倍儿洒意。骗人！我怎么没觉着你在吃东西呢？我骗你干嘛呀？真的，我马上睡觉了啊。那你陪我发微信吧，我发一条，你回一条，行吗？看心情吧。那我
我发2条，你回1条，行吧？不是说了看心情吗？你怎么脸红了呀？我脸哪儿红了？被上面的光照的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你不是一手西瓜一手葡萄吗？那就算我吃饱了，出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食，可以吧？你就是个骗子。那我能理解为你睡觉睡了一半，突然想我了，梦游过来找我的吗？我在来的路上给你买了这个，本来呢想让他陪着你的，结果到这儿了，探视时间过了，没给你送上去嘛。来，告诉你个秘密，下次送我礼物的时候，你记住要送 Hello Kitty。啊？不是，送礼物还得挑的呀？啊？那什么，谭少宇怎么没来陪你啊？谭少宇干嘛来啊？啊？也是哈，他为什么来陪你呢？我告诉你，要是我的谁谁谁就必须来陪我，不来陪我就会生气。但是谭少宇是我的谁谁谁吗？你明白谁谁谁是什么意思吧？我是不是该回去了？太晚了呀。那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呀？改天一定来。改天改哪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我跟爱宝商量一下，商量好了就来，没准是下午。下午1点01也是下午，4点59也是下午。爱宝下班晚了，万一是傍晚了呢？ 5点01也是傍晚，6点59也是傍晚。你看你，还把时间弄得那么准，干嘛呀？到时候定好了一定告诉你，行不行？你来看我还得经过爱宝同意吗？不是。哦，那就是要经过依然同意。也不是，你看我这不都来看你了吗？还给你买了礼物，让他陪着你。下次我来的时候，我一定给你带个 Hello Kitty 来啊！哎，这么晚了还在这儿，你哪个病去的呀？我先这个了。哦，哎，我喜欢他。回来了。哎，他没事吧？没什么事儿，输液呢，输完液就好了。这下你放心了？啊？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嗨，就是谭少宇，光知道忙工作，在医院就没露面，
这事儿回头我得好好说他啊。哦，对了，明天你有时间吗？咱们去趟建材市场吧。明天，明天，明天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那我就自己去吧。主要是依恋他想让你挑，他觉得我没有眼光。明天可以，我去啊。休息吧，晚安。好，晚安。小赖，我音乐声音开大点，提低好。这行吗？重金属。喂，喂，怎么搞的？怎么不说话呀？对了，天乐，啊，这壁纸咱们自己贴吧。啊，自己贴？自己贴多麻烦，这有一条龙服务，还花不了几个钱。不是花钱的问题，我老觉得自己贴特别有家的感觉。哦，哎，你看这行吗？你太不了解依恋了，这粉色的依恋最不喜欢了，他一看见粉色就头疼。那他不喜欢粉色，他喜欢什么呀？你得找找有没有海贼王的。海贼王那是男孩喜欢的。还跟他忘年交呢，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连他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我。Well done, Anthony. Oh, Wayne, nice to see you after so long time. Yeah, so long time. So how's everything going? Oh, very well. I'm enjoying my music. Only one question for you. Why you always like playing the same episode? I will change for you. You will change for me? Yes. Yes, sir. I will change right now.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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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总，要是没有工作上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不论公事私事，今天只要你离开，明天可以不用来公司上班了。着急见天了？不用那么急吧，你们两个有很多时间，不是吗？今天还有别人要来吗？没有啊，就我们两个。我喜欢安静。安东尼奥弹的这首曲子听过吗？听过。叫什么名字知道吗？爱之梦。对，爱之梦，很浪漫的名字。但写给谁的知道吗？不知道。是李斯特写给他最爱的女人的卡洛琳。卡洛琳呢，为了爱李斯特守候一生，但到最后
2个人终因各种原因也没能在一起，很可惜，也很凄美，是吗？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女人为了爱一个男人，终其一生为其守候，但却无果而终，不觉得遗憾吗？不后悔吗？女人为了自己的爱情，是永远都不会后悔的。是吗？那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负心的女人啊？那是因为有太多负心的男人。这女人也负心，男人也负心，怎么成就长久的爱情啊？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愿意为爱付出、愿意为爱守候的女人，还是存在的。我谭少宇没有那么幸运，我碰不到一个女人可以为我终其守候一生，碰不到，我碰不到。可能是谭总工作太忙了吧，有时间的时候多出来走走，或许能碰上。也许吧。哦，对了，依然，你觉得你能看透我的过去吗？看不透。那你猜一猜，我能不能看透你的过去啊？我觉得我能看透。你不用这么局促，也不用这么谨慎。今天呢，你就全当是这一段你工作很好，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请你喝一次下午茶，来表达我的谢意好了。谢谢谭总。不客气。